大家平安，欢迎收听9月初3的迦南之声。我是尤破牧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工于心计，收买民心。我们要读撒母耳记下15章1到6节。先来读今天 RPG 的金句：不要被这世界同化，要让上帝改造你们，更新你们的心思意念，好明察什么是他的旨意，知道什么是良善、完全、可蒙悦纳的。罗马书12章第2节。2024年的总统大选，我们看到正如火如荼的展开，蓝绿白三党精锐尽出，而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更在823炮战65周年的纪念日赴金门发表和平演说，更提出将砸6亿设立和平倡议基金，这个基金会抛出了主流民意大联盟，并且在28日，他宣布，就是8月28日宣布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投入总统大选。他很霸气的说，保证50年的台海和平，会让台湾成为亚洲的首富。他也真的说了，愿意让北京政府来没收他的财产，在所不惜。他说，我愿意以个人的利益来换取全台湾的福祉。我们看到每一位候选人为了要争取各个年龄层的支持，都不断开出有利于各年龄层的福利这样的一个支票。我们看，为了就是要赢得民心啊，看谁能够喜欢我提出的政见，好让他能够顺利当选总统。今天的经文我们也看到押沙龙，他在赢得父亲大卫的饶恕和信任之后，工于心计他拉拢民心，为了就是要建立个人的势力，准备夺取王权。押沙龙他为自己预备马车，前面又派了50人在他面前奔跑开路，好像一副王者的气派他趁着大卫不得民心的这个时候，假意和百姓亲密，富民并复兴民隐使他们能够产生对大卫王好像不顾民间疾苦的怨怼。于是呢，以色列人都好像西归挖大饼倾向押沙龙。我们看到这种玩弄政治权术者的手法，其实在今天的政治舞台上面屡见不鲜特别是我们看到2024年的总统大选又快来了所以每一天的媒体就报道然后他们在说他们自己的政见要给谁福利要给年长者、给幼儿、给年轻人等等，这些表现出亲民的样子好像跟今天我们看的这些经文好贴切押沙龙他每一天早晨他带着他的人马驾车来到耶路撒冷的城门口，听取了百姓们的申诉，特别为他们排解纠纷。在犹太的社会里面城门口相当于全城的行政中心，无论是商讨城中重要的事情，或者是宣布消息，或是处理百姓难题纠纷之处，都是在城门口。押沙龙不让百姓有机会把案件带到大卫王的面前，
凡是要去请大卫做裁判的百姓，都被押沙龙拦下来。他谎称哎呀，大卫王很忙啊，没有时间。他也不在乎百姓的冤情疾苦啊。我们看到他暗中挑拨离间，让百姓误以为只有押沙龙关心他们，愿意热心帮助他们，公平在民间解决大大小小的问题。押沙龙对百姓说：恨不得我做国中的士师。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士师的字根是裁决的意思，同时也有管理治理的含义。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士师时代的300多年当中，并没有立任何的君王，所以士师呢，他的角色就是管理以色列百姓最高的行政首长。押沙龙虽然口里声称恨不得他能够做士师，其实呢，心内作爱啊，他心里真正想要得到的是大卫的王位。他还说：凡有争讼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我必秉公审判。押沙龙宣称他能够为百姓秉公来判断，要让百姓认为由他来治理这个国家百姓会比大卫统治的时候会更幸福。从押沙龙恨恶暗嫩的角度来看，大卫当年不处理暗嫩的事件，就是大卫懦弱无能，没有秉公判断。然而押沙龙为了扳平他终身受辱的痛苦，亲自设谋杀他的哥哥暗嫩，这究竟是不是公义呢？如果押沙龙愿意把心中的愤怒和妹妹平白无故的屈辱，他可以带到大卫的面前啊。如果这样，他不但可以把心中这一些的积怨成名，也可以促使大卫勇敢面对内心的复杂情绪，不再为这一些的事情优柔寡断，能够寻求从上帝来的智慧。如果他妥善处理暗嫩，那这究竟是不是公义呢？如果押沙龙愿意把心中的愤怒和妹妹平白无故的屈辱，就是表达出来，不是用自己的方法然后去解决，我想也不会有后面这些的后果。如果押沙龙他没有这样做，押沙龙我们看到多年来的仇恨和不饶恕，他如果可以改变就不会成为撒旦利用的工具啊。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为了谋反而赢得百姓的信任，故意放下身段与民众来亲嘴。他用这样的手段来欺骗人民，以满足个人日后可以取得政权的欲望。表面上我们看来好像他渐渐达成他的目的，好像快成功了殊不知他一步步走向了灭亡的悲剧我们来默想，押沙龙在得到王的赦免之后，每天早晨他就来到城门口为人排解纠纷，拉拢人心。你觉得他的目的何在？他的动机纯正吗？让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您对我们的慈爱和眷顾，并且在基督耶稣里面彰显你的慈爱，让耶稣基督愿意为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能够帮助我们除去我们生命的罪恶。主啊，我们承认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时候
可能会被人的诡诈和虚假所蒙骗。押沙龙的行为提醒我们，人心容易受到诱惑，受到外在的蒙蔽，而贪图私利的心思可能使我们远离你的道路。求你保守我们的心里，使我们不被这世俗的外表所蒙骗，不被虚伪的言辞所蒙骗。求你赐给我们明智和洞察力，能够分辨真假，不受虚假的应许和虚伪的计谋所影响我们的判断力。愿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是充满真诚、正直和公义。求你也赐给我们坚定的意志，以及爱人的心，不受虚伪和贪婪的蒙蔽，而是在你的恩典中能够不断的成长。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与人分享。我是友伯牧师，祝福您能够持守上帝的公义与正直的心。我们明天再见哦。